请问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哇，咱真久无聚会吼，所以今早起咱会当恢复真实敬拜的时阵呢，听兄弟姊妹吼有真侪话爱讲吼，不要紧，等下礼拜三广场有时间，咱会当大家来交陪、来交谈。这个时间已经到，咱备办心来开始第一场的聚会，大先请走啊。所以，咱已经有大的祭司头，上帝的囝耶稣，经过迄个天，就着这首所承认的。所以，咱着好打照近恩典的座位，通受怜悯，也得着恩典，最及时的帮赞。三甲来吟圣诗，请咱献开新圣诗184首。新圣诗184首歌词安尼写讲：上帝听从哪会遐大欢喜喜乐，互我。经我卑微小看的人，互我甲伊群我，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若亲身倚靠，为得伊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直到迄日，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上帝听从人偏向。我一时能好我，因我比比小看的，我他因过
愿起来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以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天是嘅死埋葬灵府。第三日对上中国上天，打坐伫上帝全能的上帝大屏，伊要对下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最赦免，肉体跟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同心来祈祷。慈悲怜悯的天父上帝，阮正兄弟姊妹，这个时，搁再一次亲近你的时，阮的心大欢喜，阮的嘴就吟诗，阮的内心充满了何等的喜乐。因为伫阮台湾的所在，阮因为病毒的关系，阮已经3个月无到上帝你的圣殿来敬拜你。自阮今早起。当阮抽起目睭，看见灿烂的日头、清爽的天气，互阮逐人有好的心情，互阮逐人有高跳欢喜的心情。因为这个是上帝你所定定的日，这个是主你设立最善的主日，这个是你甲罪人相甲交配的主日，也互你的正兄弟姊妹欢喜高跳，用欢喜感谢。来到上帝你的殿堂当中，主，阮满心感谢你，阮学了你，阮称颂你，因为你的名至悬至大。主，阮搁再一次感谢，因为你用你的保护罩免阮的罪过，也互阮会当通过。主，你甲阮同在这顶好的恩典，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得到你的救赎，也互阮会当有份伫你上帝惊喜的名分。主啊，我们用安尼来感谢上帝你的恩典。有时，阮面对阮的生命、阮的人生、阮的环境，阮犹原爱承认，阮的人是无知的，阮人无法度定胜天，阮时常伫欠缺，阮也常常伫软弱的当中，因为阮的行做、阮的生活形态、阮的行打方式，常常有时互人冷心倒退，甚至灰心甲失志。互侪人袂当坦然来到亲近主，但是上帝啊，你丰盛的救恩，你救赎的恩典，常常施落伫你正义女的身上。当阮开声向你祈求，当阮开嘴向你祈祷，主你的慈悲、你的怜悯、你的疼痛，就大大丰盛施落伫阮的当中。主啊，当这个时，阮会当搁再一次聚会时，阮来把握。阮逐天会当敬拜上帝你好的机会，阮会当甲主内兄弟姊妹亲密交配的机会，阮会当把握伫上帝你互阮在生的每一时每一寸的光阴的时，阮把握来服侍上帝，阮把握来敬拜上帝，阮把握来将阮上好的奉献伫你的面前。主，阮多谢你，你无爱一人沉沦，你爱万人得救，你阁将这个传福音的使命。甲阮下伫油涌地区，主你早伫70年前设立油涌教会，就是要伫即个所在来定居伫即个本土，要互侪人因为听去福音、信无福音，来到伫上帝你的宝座前。主，阮即个福音的工作，就相信你继续扶持、管理、帮赞伫阮正当时的兄弟姊妹身上，互阮对老到幼。阮每一个人拢有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互上帝你的光照亮伫高雄油涌的所在。主，阮这个时，阮会当恬静，再一次聆听主你的话语，愿主你圣神的同在，祝福阮每一场的聚会，无论阮伫顶悬，也是伫下面的聚会，互阮会当来把握上帝你甲阮同在甜蜜的快乐。阮将这场的聚会。恭恭敬敬交伫主你圣神保守带领恩典的下面，求主你甲阮同聚会，
祈祷恳求，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这个是我用有真侪消息，所以需要兄弟姊妹了解吼，所以用真紧的时间来做一个这个报告。咱对今仔日开始伫咱政府方面，咱是对8月初9块23，咱讲防疫的这个层级呢已经降做2级，所以呢，咱对昨开始呢，本会相关的这个实体聚会，咱已经恢复实体，毋但实体，咱搁伫线顶内面呢同时来进行，所以有几项事必须互咱有偿教会当时兄弟姊妹了解，好一项，咱已经向内政部申请，是100个人的这个聚会，这个100个人是咱这栋无论几楼，全部的总人数100个，但是咱的申请有较慢一撮啦，有淡薄问题，所以今仔日袂当100个，今仔只有50，所以这节目了后，兄弟姊妹都有一寡人都爱伫下面广场的这个所在，咱的干事群也拢已经甲咱安排好势，所以这个爱互咱知影。接续伫圣歌队的这个部分呢，国圣歌队呢，咱目前这个礼拜呢，咱无献诗，但周间呢，咱会当恢复练习。但是所有的聚会，咱必须依照这个依照这个防疫条例来防范来进行。国务区的这个小组，就是咱若是有在座有小组长，或者是有参加小组的，咱会当来看实际情形啦吼。你嘛是会使实体聚会，嘛会当伫线顶的聚会但是一切拢按照中央防疫中心的这个规范来进行。若有需要使用教会这个空间，请大圣院办公室来提出申请。咱会安排吼，因为本会这个空间的限制，目前咱的移动牧区的这个聚会，依然维持伫线顶的这个聚会方式，所以移动目前还未实体的这个聚会吼。那么对于明仔载开始，咱早天祈祷会嘛恢复实体，所以明仔载5点半到6点半，咱有早天的这个祈祷会，拜三的祈祷会。咱嘛对即礼拜开始恢复实体，所以咱拜三伫咱副堂的所在有即个祈祷会。其他门道的课程，中报大道、赞美操、真爱林社区照顾关怀等这些活动，咱需要依照防疫规范甲实际状况，咱才来决定要实行的即个时间甲方式。那么，咱家己线顶聚会，请各小组长配合。咱已经报告过来礼拜，这聚会人数囡仔奖学金的申请的条件，请咱小组长爱配合来进行。伫疫情期间，也要敬请咱所有当时的兄弟姊妹，咱会当尽上帝儿女的本分，咱尽力做到，咱的聚会无停止，咱的祈祷无停止，咱的传道无停止，咱的行善无停止。咱的奉献无停止，教会嘛为着鼓励兄弟姊妹无论咱这时不得时，咱来用感谢奉献的心，所以伫线顶聚会的兄弟姊妹咱也会当每月一次去到办公室来奉献。小组长方便就协助代收，那么像这个奉献嘛，当利用周报方面这个银行账号奉献了后，请联络咱办公室的陈培芬干事，互伊知影这个奉献的项目。因为咱这礼拜周报咱有看，有一个奉献3万块，但是毋知什么人毋知什么人，所以呢，这个必须爱有这个绩效所以咱若有奉献，请咱是用银行转销的，请咱会去即日打电话来办公室，互咱的培芬干事。那么，伫疫情的当中，求上帝保守咱的心，赢过一切。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小心防范，但是咱免惊。互咱用较济祈祷，会当彼此相眷顾，用实际行动来为此做美好的这个见证。第二项，本会2021年这个父亲节就是顶礼拜咱虽然无实体聚会，不过
教会的中执会嘛知影爸爸的辛苦，所以呢有准备礼物要送给爸爸。虽然这已经过，但是呢，教会的这个心悠然敬爱咱所有的爸爸，所以对这礼拜开始咱要赠送每一个爸爸有一个礼物一条真水正皮的这个皮带。咱对这礼拜开始到后礼拜请本会有涉及的会员，拢会当来办公室登记来领取。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个家庭拢幸福美满。再来就是第4项，幸福小组全球线顶的这个研习会，咱定伫10月初2到10月23，因为即摆疫情期间拢无法度实体聚会，所以这个幸福小组全球线顶的这个研习会，上午9点到下晡4点，就是有4个礼拜的拜六，这个费用是1200块，咱来提早报名只有800块，8月30日进前来报名，那么教会会以补助的这个规定来提出申请。具体消息，一个详细的消息，本会黄石爸兄弟，也就是咱黄进德长老的这个灵尊，伫8月12拜四下晡伫厝里蒙主温调安息主怀，定伫8月21日，就是搁再来这个拜六上午6点半。要伫伊的厝来举行6关的礼拜，7点40伫市立编辑馆要来做火化礼拜，上午10点要伫咱教会来举行告别礼拜，敬请兄弟关心代祷，因为是伫疫情的内面有了人数的限制，所以除了亲人服侍同工是无鼓励会友参加，不过咱会当伫祈祷的当中来为作来代祷，请上座会员来交这个上座会费。以上是具体的这个消息。接下来咱来看今仔日上帝的话。今仔日上帝的话，记来伫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1节到第8节。圣经上帝话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1节到第8节，显着你来看，我来强读。我伫上帝的面前，甲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的面前，为着伊的显现，甲伊的过来吩咐你，就传道理，无论得时不得时，就专有伊，用百般的宽容、教示来责备、警戒、劝勉。因为时日要到，人要毋永稳端正的教示，要耳孔上，爱听侪侪先生照家己的私欲，搁挖头毋听真理，去无影的话，达到你凡事的节制，忍受艰苦，行传福音的下工，来尽你的职分。因为当我的血咧做灌奠，我过世的期到啦，我已经征战好的征战。已经尽跑走的路站，已经守所信的道理。但了后有义的免流，甲阮备办下地，就是主做公义的审判师。伫迄日要互我，毋但互我，也要互记那希望伊显现的人。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甲伊的话来行的人。这个是讲到要来请本会主任牧师，伊要用传道无停止这个题目来甲咱勉励。咱三甲来祈祷。主啊，阮感谢你，互阮已经足足三月日久。主啊，阮袂当实体来聚会。主，阮感谢你，互阮即个疫情会当降落2级。主啊，阮今日会当伫圣殿伫即个所在三甲敬拜你，阮三甲吟诗学了你。主啊，阮的心非常非常的感动。主啊，阮那甲像伫尼希米的时代，当因受了70棒，后来因阁倒转来到故乡来重建城墙，因伫当伫水门前宽阔的所在来敬拜。当祭司读律法的册，逐人伫迄个所在敬拜上帝，不断讲阿妹阿妹。主啊，因的心非常的感动。伫圣日，
因感觉因非常的感动，因哀伤流目屎啼哭，总是先知对因讲，今日是生日，毋通悲哀啼哭，会爱欢喜快乐，恁着爱食肥的米，啉猪的米，恁着爱欢喜，因为我可摇摆欢喜是咱的快乐。主啊，阮感谢你，互阮会当3个月无实体，阮今日会当实体，无论是伫广场还是伫线上，主啊，阮拢用心灵甲诚实敬拜你，愿你祝福阮的敬拜，愿你怜悯阮，愿你会当带领你的教会，主啊，求你保守台湾，主啊，阮会当恢复一切生活的特殊，主啊，阮会当这个疫情赶紧煞，主啊，阮会当领受一个主你要祝福阮的生活，主阮感谢你，主阮学了你，将阮今日的智慧仰望你，感谢学了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咱拍鼓，感谢上帝，哈利路亚。好，咱已经真正3个月久拢袂当见面，袂当参加敬拜咱大家拢关伫厝的真正骨头拢生去啊骨头生去啊感谢主会当斗阵礼拜真好，甲你的隔壁讲会当斗阵礼拜真好，感谢主咱今日伫主堂敢若50个因为咱咧申请的时牧师疏忽，因为申请咱的敬拜中心，咱敬拜中心其实迄个区域毋是教会用地，所以内政部就无法通负荷迄个，所以后来就佮全部拢爱更改定上咱的这个要甲政府的这来往所以后礼拜咱这个所在会当100人以内即摆的防疫规定也是爱1.5公尺啦所以这个社交距离可能较快，暂时较安全所以今日真实的咱有若较万够的这应该若50个满就是外口咱也有转播这段期间咱是真感谢上帝，咱的办公室的团队甲咱的咱有科宏是咱的影音的干事，感谢上帝咱都有聘请科宏伊也足辛苦。这段期间咱若假使伫厝里其实咱会当用咱的手机也好，若会当用会晓操作嘛会当搁伫电视伫遐来敬拜总是搁较安怎，就是伫圣殿敬拜，感觉无共款咱这个现场伫遮实体咧吟诗甲咱咧敬拜是完全拢无共款总是不管咱伫这主堂，还是伫广场，伫咱的厝里，其实上要紧的毋是时间，也毋是所在，就是爱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伊，因为咱的爸是灵，敬拜伊的人就用灵甲真实来敬拜感谢主咱今日牧师特别读提摩太后书这段圣经用这个传道无停止，要甲咱三甲来学习咱对5月20圣经降临节就线上的礼拜咱这段期间对教会是一个足大的冲击，这是毋捌拄过遮久的时间这个冲击对咱台湾的教会冲击也足大，总是若甲整个的世界抑阁是足小。咱面对这个疫情会使用一句话讲无可奈何啦，无法度无法度讲要安怎咱戴口罩，其实戴伤久若阁走，阮有人走到缺氧结果过身去嘛有。戴口罩戴伤久无好，毋戴才会使，袂使
行去染着病毒啊！咱即马即个注疫苗，迄个注落去嘛有人意外，嘛有艰苦。无爱注敢会使，无爱注佫较危险咧。若染着病毒咱台湾即帮事实原来死几啊百人死几啊百人，800几个所以这就是咱即马世界矛盾。咱即马足无注意管理厝诶，想讲敢会袂当安尼较注意诶，要去餐厅食物件，一个饱食也袂当，啥物拢袂当。到底是要开放，还是要搁较严诶？较严诶足艰苦，毋一个开放落去惊了搁严重。你看，英国也好，伫欧洲真侪所在，就开始搁严重起来。即马伫中国、伫日本、伫韩国，咱来看即马伫泰国、伫印尼电视报告讲因死个人数才占规个世界1/5，表示讲无报出来有够济啊！连面当去病院嘛无。因为医疗资源都无够，所以这严重起来，这毋是开玩笑，就是完全失控，无法度规拢放弃共款。所以咱感谢上帝，咱伫台湾，咱的防疫应该是虽然大家拢念，但是咱爱感谢上帝，咱还阁算平安，咱的灾害还阁算比起来是较少，所以免再去拿呢，咱袂当怪你，我也无法度，因为大家都毋捌拄着，都毋难免用较拄好。规个世界嘛是定睛去学习，讲疫苗足重要。规个以色列拢注了，嘛注2剂去啊，挡会掉无？以色列敢若做哩一工就7000多人染着病毒啦，咱2工就比咱台湾较济啊。你著看伊的严重性到安怎？这毋是什么人有法度，什么是上好的？规世界拢咧笑说，但是咱属于上帝的百姓，咱袂当做啥物。但是咱只有是祈祷，咱来到万军的耶和华上帝的面前，求伊怜悯咱，赦免咱的罪，互咱这个疫情会当紧煞，无主帮助咱实在是各个束手无策啦。咱就是闭无脸了，无什么保守通会挡会掉。那到有大家不得了啊，就是真困难。所以求主怜悯，互咱的国家、咱的疫情指挥中心嘛是有地位，免带领咱渡过这个难关，互咱全民拢会当配合渡过这个难关。咱诚做上帝的百姓，咱活靠上帝，咱就是祈祷。所以牧师讲，咱聚会毋通停止，因为咱毋通放煞聚会，安尼会惯势，先去上帝百姓就是爱敬拜咱迄个祈祷毋能煞。咱奉主的名，家恳求，主的确会听咱的祈祷。咱两人同心，迄个祈祷会成。咱爱相信这个祈祷，咱嘛是爱传福音。这个世间的人，即马伫茫茫渺渺，是上需要是啥物？上需要就是听到福音，因有一个倚靠，互伊心内有一个平安，无惊吓，这足重要。过来，咱嘛是爱行好，需要帮助的，咱就尽力帮助，尽咱的本分，咱。嘛是爱奉献，因为上帝爱咱会当将咱所得到的，咱永远会当送入伊的虎口。上帝要变天堂，变福气予咱。所以咱今日牧师之前有讲过，聚会无停止，祈祷无停止，今日讲传道无停止。今日所读的批是保罗伫家学中，伊写予这个提摩太的这个教牧的这个培训，保罗就是咧鼓励这个少年的同工提摩太。虽然环境遮歹，环境遮艰难，但是你嘛得爱对头到尾，拢会当忠心来传道，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这个经文毋但是伊对提摩太的这个鼓励啦，其实。嘛是保罗伊一生服侍写照，甲伊信仰的告别，所以头一点这个经文来甲恁讲的就是讲，无论这个时机是安怎，
好还是歹，咱就爱传道无停止，传道无停止。所以讲，我伫上帝面前，搁伫审判活人甲死人的耶稣基督的面前，借着伊的显现甲伊的国度来吩咐你，来吩咐你。伫上帝面前，我伫上帝面前，即句话吼，伫提摩太批吼出现6遍，表示即个保罗吼，伊咧讲话也毋是凊彩讲。我伫上帝面前也袂使懒散，吼，我是真谨慎、真慎重来讲，毋是凊彩讲的，这是爱负责任的，这是爱负责任的。伊是照着上帝予伊的权柄，伊安尼来讲话，照上帝感动伊的。伊所领受到的启示甲亮光，伊来教示即个提摩太希望伊会当做一个好的上帝工人。所以伫将来要审判有权能审判活人甲死人的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咱就确信，咱有一天拢伫基督的审判的工作前是爱受审判的当伊的国度显现的时，咱才会得胜的，要甲伊相甲作王。总是遐个失败的，就是到伫地狱火湖的所在。所以伊用即款的个别来咧讲，我咧讲这话毋凊彩讲。所以你爱知影，咱是拢爱高效，拢爱伫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你得爱徛伫在，你伫真理爱徛伫在，你爱尽忠到迄天。你要领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内面所要赏赐你的迄个天顶的奖赏。兄弟姊妹，那个保罗讲我袂记后面的书，第头前的书，我得用所差的表来跑走，就是要得到上帝基督耶稣吊我的赏。咱每一个人拢是望得到这个赏，所以咱就爱毋若爱弃掉这个真道，咱就爱过来修这个真道，过来保养这个真道。伫路加福音第1章74节甲75节这句话吼，是这个咧讲行色的约翰所描写的，讲叫咱既然对敌的手受救出来，就通一世人伫伊的面前。坦然无惊，用圣洁甲公义来侍奉伊。兄弟姊妹，咱今日就是对撒旦魔鬼最对敌的手靠着十字架恩典，靠着伊的保护功劳，甲咱救出来。所以咱救出来了，咱就是已经属地主。咱一世人就是爱伫伊的面前来服侍伊，来敬拜伊，来传扬伊。这就是咱每一个基督徒，咱就是安尼。这个应允。毋是干那对传教者还是长老执事，这是所有信的人。所以咱规世人服侍伊，毋是讲我有闲甲来服侍伊，无闲我就无爱还是我即马这个钱趁饱我甲来服侍伊，我即下都无钱，我就无爱服侍伊。我即马都已经囡仔拢大汉拢离开手我甲要来服侍伊，较早都无闲。我即马都已经好我即马有厝有车堂便便，我退休金拢有所以我毋免烦恼我来服侍伊。兄弟姊妹，毋是这个意思。其实无论咱得时不得时，无论咱有无，咱的状况如何，咱得到上帝的救恩，伫耶稣基督内面成做新人，咱就是敬拜伊的人，咱就是要侍奉伊，伫到见主的面。咱就是爱来敬拜伊，来传扬伊。这就是使徒保罗一直咧鼓励这个提摩太，提摩太。所以第2节开始讲，你就爱传福音，你就爱传道。不管你得时不得时，你就爱专心来传道。搁着用百般的吞论，逐项的教示，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伫这个所在咧讲，迄个。传道你就爱传道理。这个传道伫遮至少甲咱讲几项讲几项。伫这段圣经有甲咱讲，咱的内容就是爱传道理。这个传道理，这是一个命令式命令就毋是讲
袂甲毋，就是一定爱。咱来传福音，咱来传扬伊的道，咱就教示伊的真理。过来讲，无论得时甲不得时，第二样就是时间呐。时间就是不管讲你是时机好，时机歹。即马有下时无下时，这个无咧管。咱就是有机会，咱就是爱传福音。第三个就是咱的态度，讲咱爱专心，咱爱专心。这个专心嘛是命令啦。你得爱专心专心的意思就是讲你得爱来用英文讲 stand by， 你得爱随时备办好势伫遐备办你会当专心来投入你随时备办好势。第四样就是咱用的这个讲手段好，方法也好，就是咱爱百般的吞论，咱爱将逐项的教示咱用无同款的方式有时咱要对这个人，咱要来甲伊讲了，伊听了会明白，伊听了会接受。你就我有吞论有时你要讲传福音人嘛会甲你唬呢，人嘛是甲你拒绝的，人会对你无好呢，吞论袂使生气的佫得爱好好讲温柔讲真吞论，即届袂当后届这就是咱的方法。过来，咱的方式有时是责备，有时是警戒，有时是劝勉这传福音有时无同款的时阵，无同款的对象这个孔子讲因材施教其实咱传福音嘛爱有一款的地位，咱对一款的人，咱就做一款的人；对一款人做一款的人咱讲起这个约拿啦，行这个约翰啦，因是传这个悔改的信息，悔改的信息。不过你若看这个阿摩斯是以赛亚，有足多嘛是审判的信息。但是咱若读到这个先知拿鸿伊是安慰的信息。所以有时是爱你悔改，有时甲你责备，有时甲你安慰。但是目的就是要互人会当来归向上帝，归向上帝。互这个人会当归向上帝，互伊会当得救，互伊会当蒙福。兄弟姊妹，这个是咱今日基督徒，咱伫这个时代嘛是同款。好，头一项叫咱就一定爱传福音，爱传道理。第二项这段讲，咱的事实是安怎？所以咱搁较着爱传道无停止，传道无停止第三在讲，因为时要到人这个无爱听端正教示是讲上爱听足侪先生，就是这假师傅照家己的私欲，佫唔听道理专门拢一寡无影食的话所以你着爱知影讲这个时势即马就是安尼啦，就是安尼。这个时代就是安尼，现在咱来传福音，福音就是互人真理真理互人得到自由，真理互人会当实实在在因为人若无经历真理，随上撒旦魔鬼那好彩咧等你一时好，到尾你就是陷到迄个落网。因为咱这个时势是歹当危险的日子若来近足侪人就是端正教师无爱听拢爱听，感觉家己爱听照家己意思的该听唔听，无该听听一堆该讲的唔讲，唔爱讲的讲一堆咱俗语有一句话讲这个人叫是叫唔行毋过叫鬼叫溜溜走这人就真容易受袂晓受袂晓。兄弟姊妹，咱做基督徒伫这个时代，咱嘛是会听到足侪声检查你要热心敬拜上帝伊会讲生活都无够用佫要奉献这时间都无够用佫要礼拜着爱神嘛，着爱人你爱靠家己啦。足侪时阵，互咱要离开上帝做这个基督徒足困难的，做门徒的代价足悬的啦，足困难的啦恁信的上帝足独裁的呢，足阿爸的呢，讲无拜伊袂使足侪即款的世间的声音常常会入咱的耳孔这个传福音的代志，这个全时间的这牧师去传，这因为全一个同工，大家拢有领写的讲这大家拢有足侪即款的声音，但是
圣经讲咱对对敌的手，甲咱救出来。咱就是爱一世人伫伊面前用圣用义来服侍伊。免遐个心啦，有足侪这世间的声。兄弟姊妹，咱若是袂当真正成做一个属灵的人，咱真容易中到一款的诡计。咱就是爱听这个世间的声，好听的声不管讲到这个只有下真理，无下真理。所以这个时阵，咱看伊保罗的时代，就咧甲提摩太提醒，就是有即款的状况发生。咱今日搁较是安尼，咱今日伫即马这个资讯爆炸，伫迄个网络这个消息是真的是假的你拢啥无？你了说真的有时是假，有时是讲是对的，佫毋对。你看即马为着要疫苗毋疫苗，要创啥物这样，即款的伫网络的信息有够济，咱应该着爱谨慎，咱着爱吞忍而且讲，咱若是一个真的门徒，咱应该着爱提高警觉，咱着爱小心来防范虽然咱要行真理，有时受误解，甚至受困迫，有时拄着艰苦，毋过爱吞忍，为着要传福音，为着要尽咱应该有即个传福音的功夫所以咱每一个人受掉，咱要来敬拜，咱要来传扬伊，咱就是爱来侍奉伊。兄弟姊妹，这就是保罗安怎讲，咱就爱传福音。人若无得到这个救恩，人就是活伫迄个撒旦魔鬼真多的捆绑内面，中到这个诡计，结果因伫这中间艰苦。兄弟姊妹，毋然呢？现在传道无停止，上落尾咧甲恁讲，就是讲，当咱会当尽咱的本分，咱会当传福音无停止，咱到迄日要得到伊赏赐咱迄个天顶的奖赏，就是义的免流，义的免流。咱若读到第60节，咱就看到讲，因为我的会底做灌顶，我过世的期到啦。保罗知影讲，伊无久可能，伊会为着主来顺道。虽然是安尼，伊嘛无惊吓，因为伊知影讲，我若活得足好诶，我会当做主诶工。但是，若主要爱我倒转去，我拢备办好势。我备办好势，我随时备办好势。主要带我转，我随时备办好势。因为伫迄个所在是好到无比。天顶是好到无比，迄是我所心酸的，我以后要去的。所以这个使徒保罗伊备办好势，是安怎讲伊备办好势？因为伊讲我已经征战好的征战，我已经尽跑走的路站，我已经守所信的道，守所信的道理。伫遮讲我已经征战好的征战，我已经尽跑走的路站，守所信的道理，无论是征战。那国语是讲打苗的身上拍，还是走，还是守，这拢是完成的动词。这我已经拢会使讲，我逐时逐刻就是安尼做。到主要带我转去，我嘛是安尼做。保罗讲我无掠性命最要紧，也无掠最宝贵。我行完我的行程来完成我所交托的这个职分来。证明上帝恩典的福音，兄弟姊妹，咱诚做一个主的学生，其实咱每一个人拢爱有属灵的精进，咱拢爱精进，到见主的面拢爱精进。咱爱走属天的道路，咱毋通走世间的道路。咱应该守道，就是持守这个信仰到落尾。到迄一天，咱的确。主要将伊的免流赏赐你，这个免流就是当时这个希腊的奥林匹克咧运动得胜的选手，就是有一个偌贵冠的免流，伫伫的面顶，感觉足阳光的。那甲咱即马奥林匹克得到金牌，徛伫迄个所在唱你的国歌的时，目屎流出来，非常的感动。这是阳光的时刻。兄弟姊妹，这是地面上的免流，咱上车安尼，迄个天顶的免流，永远袂败坏的免流。咱的欢喜是毋是更较大？兄弟姊妹，咱伫即个疫情，互咱有真侪阻挡，但是感谢主，毋望咱礼拜也无阻挡，咱的祈祷无阻挡，
咱的传道无做动，行好无做动，方言无做动，咱会当得到记主的面，咱就是来热心来敬拜伊。最后牧师特别要讲一个伫即帮疫情中间发生伫意大利的代志。咱知有一个李洛瑟神父来咱台湾40几天。所以当迄意大利咧疫情严重的时伊讲惨啊！阮的故乡医疗拢放弃啊，足多人拢无医疗物资，嘛要安怎？因为伊一生奉献了台湾，台湾人会记得伊的情，包括咱的迄个奥运的金牌叫做迄个举重金牌叫啥名？高幸存啦伊有这幸存，就是讲好较早会当活来。伊若毋是劳动性不病伊甲伊迄当啊颔棍夹的迄脐带夹到伊颔棍若无医生帮助伊伊可能是翘伊啊。但是今日活来，佫会当举重摕金牌，奥林匹克摕金牌，所以伊过去摕金牌摕奖金的时，伊就买一只救护车要送互伊，讲阮遮都有无你送去平湖，所以平湖的人即位大家组织咧加油因为伊就是得到即个稳定，即个神父大概就2天台湾的奉献1亿2千万，伊讲好啊，有够只要是爱买迄个医疗物资过，所以伫即个意大利非常严重。伫迄个中间有一个故事传出来，就是一个医生叫做周利恩·尔本，伊38岁，伊是迄个病对即个感染的即款的专科所以派去大病院第一线伫遐咧防疫但是去到遐看到迄个场面实在讲戆去啊！一天头还是10几个礼拜，过来几百个礼拜，过这病院就根本就放弃。伊讲我做医生做到遮来我实在会花去。我无成医生啦，我毋是医生，我承认我无法度啊，我毋是医生啦，我是免怎甲遮个人无法度讲，即马你都安尼无法度来带转去，就是叫做要，互伊安排伊倒转去厝的等死的调度员，就是讲，我都敢会当做遮个代志尔，我都无能为力。这个医生实在足绝望，规工也要忝死。但是迄个时阵伊的病院来一个患者，一个75岁的牧师，老牧师，呼吸困难，身躯真虚弱，真软弱。伊毋是得迄个染着即个病毒，但是伊的即个肺部的艰苦、呼吸的困难来治疗。但是即个牧师拢摸一个圣经，随时看到人就是读圣经互伊听，就是为伊祈祷。欢手来甲祝福、甲安慰。哇！这个医生即马到遮看着讲我实在我无半步啊，我也袂当甲因做啥伊遐就干单死。但是这个神父、这个牧师竟然用着上帝话甲因安慰，搁伫遐祈祷。伊逐工规定医生为了死啊，伊讲拢咧等迄个1分钟，有机会就来听伊祈祷。当伊逐工安尼是一工，伊感觉着讲，迄得到伫迄个内面真实的平安。所以这个医生这个尔本原来伊是医学医生就是科学嘛，无神论者嘛，迄毋免咧迷信，搁咧信什么这个时代。所以因爸甲母逐摆若去教会伊就感觉讲阮这爸母真正读学伊拢笑因爸母去教会，但是伊到这个时阵无通活课的时伊逐工毋知要活袂落的时阵感谢主，这个神父互伊得到一个心中真实的平安，所以伊甲伊的同事伊就开始改变伊的信仰，伊就来追求。伊讲我已经洗礼啊，我已经成做基督徒。这个神父后来嘛是倒转到上帝所在，伊讲毋知无定上帝那迄我嘛无偌久共款会倒转去到迄个所在，毋过迄个是上帝甲咱陪伴永远的所在。看到即个尔本的即款的见证，互咱知影，咱无论伫什么款的时刻，
咱有主的平安伫咱的心内，咱就感谢。咱伫什么款的时刻，咱就是爱读上帝的话，咱就是爱祈祷。上帝的话是咱的开力，是咱的愿望。透过祈祷，上帝的平安充满伫咱的心。这个二本这医生讲哦，我已经足久毋捌回去啊。顶顿嘛，倒一顿食嘛袂记啊。我是遐尼渺小，毋过我这个时阵有平安。我感觉我会当尽我的开力，就是到最后一口气，我会当来帮助人，会当将平安带予人。感谢主，我已经真幸福，通往这个上帝的路。这就是这个周年二本，伊已经无惊吓死无，因为伊知影要去到上帝的所在。兄弟姊妹，咱望咱毋是干那聚会无停止，毋是祈祷无停止，咱永远会当传道无停止。望咱的生活拢会当有好的见证，有足侪见证者，那像云咧射咱有足侪人到年纪真大。伊嘛照常咧做主的工，像咱伫高雄有一个陆正国虽然90几岁，嘛可以加额做传福音的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当成做真实的学生，做传福音的人，咱会当参与伫教会服侍，敬拜上帝，来牧养成做好的，会当参与伫小组做牧养，去做教会，互咱的教会行复兴。咱三甲来祈祷，而且咱这次咱要来吟一首的回应诗，再来祈祷这个回应诗，咱再来祈祷，咱吟回应诗。回应诗385首。风破了落破天，压缩掉难的坚强，一粒花子的难好像，心都对我们家乡，那里的孩子把春夏，叫俺爹爹的一家，他点亲切一个光亮，龙马会出归苗，亚索格拉王萨塞卡，愿我无归西高高，如其归尘我胸一挂，真心的表那条我。心欢喜，有我心愿的心，烟雾火把主呀就空，丢掉我呀归笼中，呀手丢了，难丢来条，云雨里面为家，也难心。看圣经，何三呀，你高几时？像这咱三甲来祈祷，为着咱家己会当成做一个真实敬拜上帝，是一个真实的门徒。逐日借着咱的祈祷，上帝的心意会当得到满足，做代志会当得到成就。咱也会当成做传福音的人，互人因为咱来得到救恩，来得到福气。咱为家己祈祷，为着厝内人的得救来祈祷。咱嘛为着咱台湾的这个疫情会当得到控制来祈祷。为着世界求主怜悯，会当透过这疫情，互人知影来倚靠上帝，会当来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咱也为着咱开始恢复实体，逐场的礼拜求主帮助，望后礼拜会当顺序伫这个主堂会当100人以内的敬拜。
咱也为着软弱的肢体咱为着美顺姐，为着区金乐理长林瑞莲卢姊妹、蔡明慧、蔡明佳为着林清平兄弟为着国斌兄弟，也是咱迄个也特别为着上帝调倒转去的，咱的石霸兄弟就是长老公伫过来拜六要立关火化，搁别设甲安葬这咱拢伫主的面前三体祈祷。咱若有啥物款软弱，咱带来到主的面前，咱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啊三声，咱出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哦，哈利路亚！主，感谢你，互阮会当倒转来到圣殿敬拜。哦，主啊，阮会当伫线中嘛敬拜。主啊，阮伫虽然伫外口空旷的空间，我嘛敬拜。主啊，阮无论得时不得时，阮拢爱来传扬你的福音。主啊，阮拢会当做你中心的门徒。主啊，尽阮的本分。主啊，阮的生活有好的见证。主啊，阮会当看见阮虽然极微小，阮所做的真有限，总是主阮也奉你的名，阮会当为人祈祷。主啊，阮也有心，阮会当将你的福音传予人。主啊，圣神有娘做工，要真侪人因为阮来得救，要真侪人因为阮来得到福气。主啊，阮恳求你帮赞，恳求你施恩。哦，主啊，阮特别为着台湾这波疫情，已经渐渐得到控制。主啊，阮感谢你，主，阮学了你，主啊，你是阮的主，阮的上帝，阮单单要倚靠你，恳求你施恩。主啊，互这个疫情会当赶紧煞，互阮的生活恢复正常的步调。主啊，求你施恩怜悯。主啊，为着世界各所在，主啊，这疫情真严重，求你怜悯，求你看顾，互人会当祈求你，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主啊，一切拢伫你的手中。当阮会当认罪悔改，阮越头归向你。主啊，你要赦免阮。主啊，阮为着阮的肢体中间，主啊，阮为着美顺姐金乐理长、瑞女姊妹、明慧、明佳，主啊，有做着软弱的国宾兄弟、林金平兄弟，无论是已经手术还是要治疗，主啊，你拢同在。主啊，你超出咱的医治溃烂人的身躯顶，彰显你的荣耀。哦，主啊，阮也特别为着张老公、石霸兄弟，主你甩伊世间的劳苦，带伊倒转到你听见国，愿你安慰为足。望拜六所要了你一切这无论是立关火化，还是个别礼拜，主当你拢带领保守安慰伫阮的中间。主啊，阮将兄弟姊妹拢仰望你。主啊，求你保守阮，互阮拢有平安。互阮无论伫什么所在，主你保护阮，甲阮同在，互阮所做人拢会当轻通顺利。主啊，会当彰显你的生命。主，感谢你，学了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请坐。这个时，咱来奉献。过去伫咱聚会当中，咱看过真平常的事，就是敢若奉献是真平常，但是吼咱已经3个月无实际将上帝所赏赐咱的这个金钱亲自落伫这个奉献地哈，所以这个时咱要来奉献。我嘅情恨远处东看的记忆。
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互阮会当真实的敬拜，也互阮会当常常伫上帝你恩典疼痛下面，欢喜平安快乐来经过每一时每一刻每一天。主对你丰盛的恩典，对伫阮的心底，阮对上帝你大的感恩。当阮提出金钱奉献伫你的面前，愿主你感动祝福正兄弟姊妹，摆咧伫你面前的奉献。主你加倍祝福伫因的当中，也将平安喜乐赏赐点伫因的内面。也愿这的奉献的金钱献别来做教会的路用。阮安尼同心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咱来吟祝福册曲的诗歌396首。请大牧师，带恁通平安去，互恁做主真实的学生，无论得时不得时，拢着传道理，互真理报传，百倍修成，受过为主做见证。做主见证，无论去到什么所在，拢做主的光灯，诚做侪人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扶持帮衬，甲恁三甲弟弟，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